云林北港的百姓国小，这个门口最近加一台太空船，而且内底佫载着国父。也毋过这个画面看起来怪怪，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学校讲是为着要让校方更加有创意，所以用太空来做主题，希望让小朋友伫快乐的环境来学习。百姓国小的校门口最近加一个大型的太空梭，内底佫坐一个人。详细一看是国父孙中山。校门口这个新的装置，最近伫网络顶有真侪人拢在讨论。幼稚园的关系，所以把它弄成这样，我们觉得蛮不一样的啦，有别以往的其他校园。国父驾着太空梭，带着我们中华民国号，载着北城的孩子飞向国际。校长陈明志讲，因为想到以太空做幼稚园的主题。校方嘛讲，这个太空梭是国父坐太空梭到国际的想法。今天这个创意也是学校的发想，那我也很欣然接受这个挑战。我老二在这边上课，然后看到学校的改变，觉得蛮新奇的。虽然讲这个改造让大家有无同的看法，不过相信这嘛是让学生有学习的动力，让校园会当更加活泼。